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思維元宇宙，我係主持人 Angel，好開心喺2026年迎嚟我呢個 channel 嘅第2條片啦。咁今集內容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叫《向上社交》，原因係因為想延續翻我上一集嘅內容入邊講嘅兩個 concept 啦。第一個 concept 就係世界觀，第二個 concept 咧就係人類要不斷進步嘅。咁相信大家喺新嘅一年咧，都應該設立咗唔同嘅目標，去令到自己今年去 level up 噶啦。但係唔知大家有冇回望翻過往訂立嘅目標，邊啲成功，邊啲失敗咗？有冇留意到其實你成功或者失敗咧，好大程度都係受影響於你嘅行為同埋身邊嘅人影響咧？有人幫同冇人幫，或者係有人鼓勵你去行動某啲嘢，或者冇人去，甚至乎係有人去阻礙咗你某啲行動咧。咁好似我哋命盤上面嘅12宮咁講啦，其實入邊咧已經有6個宮位咧係人事宮位嚟噶啦。咁可想而知，社交喺我哋嘅人生之中係幾咁重要，佢係影響緊你嘅世界觀啦，同埋影響咗你點樣去打開你嘅思維。咁所謂人往高處走，其實我哋都要去喺我哋嘅人生之中咧，去努力去接觸啲比自己高能量或者比自己更加優秀嘅人，咁我哋先可以向上望到更加多嘅嘢，去打開我哋嘅眼界嘅。咁所以咧，向上社交咧，我希望大家唔好第一個反應就係同功利掛鈎。其實佢唔係淨係講緊功利嘅，其實佢係講緊你想點樣去提升你嘅生活品質，譬如你嘅眼界啦，啱啱所講嘅，你嘅見識啦，你嘅品行同埋甚至乎你嘅修為。咁所以今集內容咧，主要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建立自己嘅內在條件，從而令自己咧符合到可以同比你更加優秀嘅人去建立關係嘅條件。咁坊間咧好多書咧都係講緊，都係着眼於說話技巧啦。但係我喺第一集嘅內容咧，就想同大家 focus 多啲喺我啱啱所講嘅內在條件嗰度啦。咁首先內在條件有3樣嘢大家要注意嘅。第一樣嘢就係你嘅聲線，第二樣嘢就係你嘅對答，第3樣嘢就係你說故事嘅技巧。咁首先第一樣嘢聲線啊，有冇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每個人嘅聲音咧都會俾到一個第一嘅 image 俾你先嘅。咁譬如我而家俾2個情景俾大家啦，一個就係尖酸刻薄嘅女人，一個就係有修為嘅道士。大家係咪第一印象已經想像到2位人士嘅聲線應該係點樣嘅咧？尖酸刻薄嘅女人就一定係講嘢好急躁、好尖，然之後講嘅所有字眼都係尖酸刻薄嘅。而有修為嘅道士咧，佢講嘢一定係好平穩啦，不急急不緩啦，然之後聲線語氣都係比較好沉嘅，講嘅嘢都係令人哋舒服想聽嘅。咁所以可想而知，聲線係幾咁影響咗你俾人哋嘅感覺，即使可能你有時講嘢係鼓勵嘅、正面嘅，但係你嘅聲線太奄尖嘅話咧，俾人感覺都唔好。咁當然咧，其實現實情況上邊咧，講嘢高音嘅人咧，通常都唔會講啲好好聽嘅説話噶啦，相信大家都知噶啦。第二樣嘢就係對答啦，對答咧其實就係一面鏡子嚟嘅，你同你嘅對象面對面溝通嘅時候，你點樣講嘢都係會令到對方留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關於你嘅為人嘅喎。譬如我今日學咗一個英文 terms 叫 one-upper，佢嘅意思就係同香港嘅鳩-一-排有啲似嘅，不過香港嘅鳩-一-排應該會好啲。所謂嘅 one-upper 係咩意思咧？one-upper 就係當你去講一樣嘢嘅時候咧，one-upper 一定係想揾一啲嘢去勁過你嘅。譬如你講話啊，我今日朝頭早飲咗一杯好好飲嘅咖啡啊，而 one-upper 一定會話嚇有幾好飲啊！我上次喺中環飲一間啊，仲好飲等等之類處理嘅説話，就係佢一定要揾一啲嘢咧去勁過你。咁所以當你係對答係用呢種模式去同人對答嘅時候，你覺得人哋會唔會鍾意你咧？咁所以對答嘅
技巧背後就係涉及到你有冇同理心喺背後，又或者你有冇留到一份尊重喺你哋對話嘅空間入邊啦。而第三樣嘢咧就係說故事嘅技巧。說故事咧之所以咁重要，係因為佢會令到你所講嘅嘢有冇人去聽，有冇人去令到佢會唔會 image 到有啲嘢加深佢嘅印象。因為你要知道人類嘅記憶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靠聲音同埋 image 嘅，而唔係靠文字嘅。其實咁所以你嘅說故事技巧可唔可以植入到某啲畫面喺佢嘅腦海入邊咧，都好重要嘅喎。而當中涉及到嘅背後都係講緊你有冇用心去了解對方其實有啲咩感興趣啊，又或者其實佢哋想聽啲咩，從而去講一啲佢哋在意嘅部分，甚至乎係你嘅人本身嘅幽默感有冇喺度啦。咁說故事技巧咧，背後所牽涉到你個人嘅幽默感咧，都係一啲你平時需要可能都係涉及到你平時嘅修為啦。而點樣去提升到自己嘅幽默感咧，就會喺第二部分即係說話嘅技巧嗰度咧，再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建立自己嘅幽默感。而喺呢一集咧，我仲想講呢三大嘅基本條件咧，仲可以用啲乜嘢方式去達到咧？第一就係模仿你想接近嘅對象，好簡單，即係譬如話我係好崇拜 Elon Musk 嘅，我嘅思維模式我都係偏向 Elon Musk 嗰種 INTJ， 因為本身都係 INTJ 嘅思維模式，咁所以我會 copy 佢嘅生活模式、佢嘅思考模式、佢嘅工作模式。譬如佢工作係會工作碎片化，相信大量成功嘅人士佢都係工作碎片化，將一日咁多樣嘅工作咧，去分成一段一段一段，可能佢係15分鐘、15分鐘、15分鐘，有人係5分鐘、5分鐘、5分鐘，但係我模仿咧，我就會係1個鐘、1個鐘、1個鐘，去令到自己一日想做嘅嘢咧，盡可能越多越好，有條件地，甚至乎係好似過3關咁樣，去令到自己一日係可以完成到自己想完成到嘅任務，因為咁樣對我嚟講係可以建立到自己嘅滿足感同自己嘅成就感。咁就好似有啲人，即係譬如有啲人佢嘅模仿對象係賽車手，即係其實佢好中意玩車嘅。咁佢模仿賽車手點模仿咧？除咗模仿佢揸車嘅姿勢咧，其實佢都可以去睇下佢嘅作息嘅喎。譬如話，原來佢想模仿嘅賽車手咧，係好早起身會做 gym 嘅，去加強自己某部分嘅肌肉嘅，或者去加強自己嘅 focus， 又或者佢嘅賽車手會有某段時間會睇書，主要睇可能心流啊，甚至一啲哲學類嘅書，去令到自己更加集中嘅。甚或乎佢可以再模仿佢崇拜嘅賽車手一啲飲食習慣。咁透過模仿咧，其實佢係可以激活咗你嘅大腦一啲思考模式。咁有研究，好多研究都會顯示㗎啦，其實係先行動再諗嘢咧，會令到你嘅思維模式咧更加打開、更加鞏固。因為你透過模仿呢個行為咧，你做咗嗰樣嘢之後咧，你嘅大腦其實係會自動去諗下點解我要咁做咧？我做完有啲乜嘢成效咧？當你模仿去每日去重複做嘅時候咧，你嘅大腦會望住個數據話俾你聽，哦，其實呢個方法 work 㗎喎。咁當你 work 嘅時候，你明白咗背後嘅原理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自己嘅思維已經開始接近你想接觸嘅嗰個 level 嘅人啦。咁當你自己內在已經慢慢向住你想接觸嘅人嗰個層次去提升嘅時候咧，相信當你去同佢哋講嘢嘅時候，就會好自然會俾到對方聽，原來你都係同類型嘅人。咁所以喺今集內容咧，我係想分享一大重點，就係當你想向上社交嘅時候，你必須要內在條件去建立咗自己係符合成為你想去嘅嗰個層次先，咁你就可以自然地同你想接觸嘅嗰個層次嘅人去建立某啲關係。因為喺對答嘅過程中，你已經好自然咁樣俾人聽你係同佢哋係同類型人嘅，咁人哋就自然會好容易放下即係
打開心扉同你分享更加多啲佢哋成功嘅方法啊，又或者更加多佢哋見聞，從而令到你都有所獲益等等。咁第二部分呢，下一集內我就會同大家主要講下點樣打開話匣子啊，點樣對答啊，甚至乎面對一啲其實你都已經知道佢係唔係同你同一個 level，即係比你 low level 嘅人，你應該點樣拒絕佢哋等等。咁呢啲説話技巧就會喺下一部分再同大家詳細拆解。咁今集內容時間就係咁多。如果你鍾意類似今集內容嘅話咧，歡迎喺下邊留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